新年新希望，一定红红红！欢迎收听《报道联播网》，报道我上红新春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黄文新，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旧年是真无闲的一年，拄好甲一部这个电视剧拍煞，嘛拄好甲这个新的专辑做好势，甲发行。其实旧年真正算足无闲诶，无暝无日咧拍戏啦，也个爱录歌，也个爱拍 MV， 所以有淡薄仔亲像人讲诶蜡烛两头烧。毋过其实我嘛是做了真欢喜啦，因为毕竟演戏甲即个唱歌咧，拢是我上喜意诶工作。我嘛唱歌无讲就是会当做家己，会当做家己想要做诶啊。演戏呢，会当演足侪无共款诶角色，会当人讲诶演尽人生百态啦吼。所以我感觉这两项诶拢是我上喜意诶，是讲若是会当我是感觉安尼啦，会当甲分开顶半年就拍戏，下半年就做专辑，安尼专心做专辑。咱想是安尼想啦，现实当中迄是无啥可能诶啦。毋过不要紧，我嘛是做了真欢喜、真快乐所以今年呢，希望卖当像旧年共款，会当遮尔无闲。好，刷来要来为大家介绍一首非常好听诶歌曲，这首歌嘛是我家己最爱听的，就是许富凯的《天梦》。你即马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报道我上红新春特别节目。这边的专辑呢，其实阮是以这个做国语方式来做这张专辑，就是人讲的新台语啦、新台语啦。所以，若是我的歌迷，也是讲一寡听众朋友，若是有听过我的歌曲，应该拢知影我之前譬如讲，这个旧年的愈行愈勇，也到迄当阵2010年发行的这个天地专辑《天地》拢是有参一般较咱做演歌台语这个方式，也到一般国语方式来做这个歌曲。但是这边上界无共的是，阮是完全用做国语的方式来做这个台语歌，就是咱即马咱咧讲的新台语、新台语。所以，阮有邀请到足侪业界真有名的编这个国语曲的老师来帮阮做这边的专辑。主要目的嘛是希望讲温馨这个爱若是这张专辑咧，会当互即卖少年囡仔接受，会当来听看卖，咪嘛会当亲像即卖国语共款，遮尔流行。所以说来，我要来替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专辑内底的主打歌曲《就到遮》。讲到美食我拢会想到，就是我屏东的故乡。每遍我每遍是等于我的故乡，我一定拢会食的有两项物件，一项就是这个大肠包小肠，一个就是人讲的叉龟啊，叉龟啊应该是客家菜啦，这个大肠包小肠，其实大概听讲大肠到烟前应该是无啥物特别的所在，但是我要讲的是南部的大肠到烟前有较无共的，就是伊的大肠。伊的肠衣是用咱真正的这个猪的这个肠来包的，所以伊其实毋免掺什么韵料，你甲安尼烘就做有滋味的所以其实这嘛是我自细汉食到大汉的。我每遍若是去读册放学了后，我一定拢会去。几乎是每工拢会一定去买一撮来当来食呢。然后就是这个叉龟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叉龟就是咱个算炒板条啦，客家炒板条正常咱看到客家炒板条拢是白色的，但是咱屏东潮州这个叉龟伊是红的，伊是用这个红橘酱甲辣豆瓣去炒，所以是规盘拢是红的，而且食的是淡薄仔甜甜咸咸安尼，这个算南部的口味就对所以这两项呢，拢是我每遍等于我屏东的厝内，我一定拢会去买，一定会去食的两道好料理就对好，刷来要来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歌手
所演唱的歌曲，就是咱的亮哥荒山亮。这首歌曲就是个歌叫做《爱无遗憾》。欢迎你回来，报道我上红新春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黄文新。你即马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北部的朋友请听 FM98.5报道新声，中部地区的朋友请听 FM99.1大千电台，云林嘉义地区请听 FM91.3嘉义之音，花莲地区的朋友请听 FM90.5希望之声。若是要讲粉丝互我上界感动的代志，应该是我出道算算的嘛是10年啊！哇，这是目前年时间嘛过了真紧啊！这10年来，因一直拢伫我的身躯边，安尼点点咧陪我，默默的陪着我啦吼，安尼甲我支持。在生活当中，拄出道啊，无啥物作品啊嘛较菜吼，菜鸟啦。但是我的歌迷伊拢会一直甲我鼓励讲，文心你是上介好，你是最棒的，啊拢为我加油。尤其是这10年来，我毋管是大大细细这个唱歌的活动吼，商演，因一定拢会到现场来甲我鼓励，来甲我加油。莫问我讲我最近过了安怎，也是讲有啥物作品。分享一寡算讲因伫电视讲，比如讲我迄年是有拍电视剧因就会感觉讲伊感觉我演了足好诶对来当小可改变，一定会袂歹。也是讲伫歌曲咱诶即个专辑方面有啥物意见，因拢会给我一寡意见上重要是一直以来对我诶支持甲爱护，嘛是有因。叫我黄文新会当徛伫即个舞台顶，继续唱更加好听的歌曲互大家听，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伊。好，讲安尼就较沉重小可，所以呢，煞来要甲带来这首歌曲，这首歌就较嗨啊，是我内底我专辑内面最嗨的一首歌，叫做《本事》。其实我有去过一寡国家啦，但是去到遐侪国家，互我上界思念的，会上界一直想要去的国家就是日本，因为大家拢知影日本的美食足侪，好食的物件太侪。若是要介绍，可能要讲三暝三日拢讲袂煞吼。我相信有去日本的人拢知影，因遐的拉面还有生鱼片拢真鲜所以我会记我有一遍去咱日本的这个北海道，迄当阵是冬天去的时阵是落雪，阮就算雪嘛，然后就是因遐海产我讲真诶，真正是凊彩一间拢好食啦，真正我无甲你骗，凊彩一间拢好食。还有我会记上界印象上界深刻的是，咱迄当阵咱台湾还阁无即个什么北海道牛奶牛奶牛奶的迄种蛋卷冰淇淋无迄个蛋卷冰淇淋其实就是为北海道迄边过来，但是我感觉嘛是有差，因为可能是咱日本当地即个水质的问题，所以因遐的物件还阁实在，每一项食的拢真好食，好食太济啊，海产啊，生鱼片啊，还有就是遐的牛肉烧烤，所以大家也是去日本一定爱去品尝一下。我明遍去日本我回来差不多拢肥3公斤哇！因为你敢会感觉讲去遐旅行，你无一遍甲嚼到本，你会感觉讲做袂好诶安尼遐有日本当地即个泡面你嘛会当买倒来食，真正好食。因为我厝即摆还有诶，旧年诶，到即摆尝鲜日期还袂到诶啦，期限还袂到诶，差不多要到，但是我讲来要敢若一两箱诶，买一两箱我甲拆开包装一碗一碗装伫我诶行李内底，买倒来家己有当时会当家己煮来食呢。好，总共一句就是日本会当大家会当去遐佚佗啦所以要来为大家介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李千娜的《不曾回来过》。那讲到表演，若是演戏，有互我留下
深刻的回忆哦，应该就是这边我所演出的这个8点档一家人内底这个角色哦，这个角色真特别啦，起先无介特别，起先就是这个角色就是伊的设定是一个厨房的这个大师嘛，大厨，就甲这个咱内底这个女主角里面有一寡感情上的就是交集的对啊吼。算讲自细汉到大汉这个青梅竹马，其实一开始这个剧情是拢也较袂歹，嘛算嘛无讲足逼情啦。毋过演到最后，我这个角色就是编剧制作人啊，伊就一工就甲我问讲，文心，你这个剧情吼，我暗算要甲走较逼情诶。我讲安怎？伊讲要互迄个角色着癌症啊！我讲癌症，伊讲要着舌癌。我讲好，当然，这个就是伊希望讲每一个线，毋是莫讲拢共款，因为惊会顶塔着嘛，顶塔着，你逐个拢是好诶一个结果，其实就是无啥物好快说，因为戏袂拢摇会出来，但是伊希望我这个线呢，我想要是这个角色是过身去，我一个就甲讲好，因为我感觉安尼做有无共款诶即种条件，因为过去8点档无安尼做过吼。其实安尼演，咱讲诶嘛，人咱演诶时阵爱进入这个角色情绪内底，其实嘛是有，但是要到后尾要结束迄几场，感觉真深啦。甚至我因为做这个角色，我演诶迄个角色过身去嘛，所以后壁就感觉伫厝诶时拢感觉这个角色也甲留伫我诶身躯顶，这个伊诶这个魂魄吼，也甲留伫我诶身躯顶，迄种感觉也甲残留伫诶。所以迄当初我就一直回味，其实这种感觉我已经足久无啊，差不多要6-7年啊。自从我伫这个有台演这个艋舺夜辉吼，这个嘛是台语剧了后，我足久无这种感觉，但是即遍又甲互我迄种回味感觉，我感觉真好的对啊。所以迄当初我替这几场这种情境来写一首歌曲。这是嘛是我家己的歌，所以下来要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就是我专辑内底我家己写的，大家会当听看卖，叫做《我想要转去迄当时》。继续转来报道我上红新春特别节目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文新。我感觉我这一生做过上界疯狂的代志，应该就是参加这个超偶的这个唱歌的比赛。这当初是其实要报名的时阵，我嘛是无意的拄好就是我某帮我报的，伊帮我报，伊嘛无甲我讲，只报了呢，过两工才甲我讲，我帮你报这个歌唱比赛。我讲伊是安怎要甲我报？伊讲你伫遮迄唱歌着，而且你嘛对唱歌真有兴趣啊，你为虾米嘛爱去唱看卖？嘛你唱歌嘛袂歹听，我讲拜托诶，唱歌诶人。唱歌比我好听诶人足侪，哪有可能所以我就想讲不要紧啊，你报就报啊，我就当作讲规伫即个网络顶面嘛，也是讲伫 YouTube 顶面以后咱若是有生囡仔家己囡仔嘛会当甲讲爸爸较早嘛有参加过即个歌唱比赛，咱即个网络个点起哩，你就当看到算嘛留下一个真好诶一个记忆啦真好诶一个回忆想袂到讲比赛时我嘛无想真济啦，就是安尼一直比，像知影讲比到上尾到第10强诶时阵，我常常有一种感觉，我想讲因为我是迄种做工课，我做差不多1-2年就倦怠期的，想要换工课换头路诶人所以爸爸妈妈嘛真烦恼，嘛一直找无讲我到底想要目标甲理想伫倒，想要做啥？毋过后来我煞伫即个歌唱比赛找着讲我诶人生诶目标，所以伫10强迄当中，我就决定要甲即个唱歌诶事业来当作是家己一个事业，好好去甲经营，好好去甲拍拼去努力。好，煞来要来介绍一首非常轻松诶歌曲《爱的摩卡》。报道连播网。报道我上红新春特别节目，伫节目的最后要来讲一下我的新年的
新希望好啊。第一，我希望今年这张专辑会当入围金曲奖，因为我感觉入围金曲奖，就是对阮这做音乐上大一个肯定，也够鼓励啊吼。只要是做音乐，只要是爱音乐，拢会希望讲，伊讲摕奖哦，这是可能较难，因为大家拢足强的啊。若是会当入围，我感觉等于就是会得到这个金曲奖啊吼。嘛希望讲这张专辑哦，今年会当大卖啊，嘛会当互大家即个听众朋友拢会当真介意哦。即张爱若是即张专辑内面的所有的歌吼。第二嘛是希望今年会当甲演出搁较侪即个戏剧的作品，互大家会当看到无共款的我，无论是电视剧也是电影，我拢嘛真欢喜会当去参加去挑战吼。最后嘛要伫遮祝福大家新的一年事事顺心，狗年顺顺顺，旺旺旺啦！好，刷来要来送互大家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我专辑内底另外一首的主打歌曲嘛，是我伫这个我演的这个8点档一家人内底非常好听的一个插曲，叫做《思念成沙》，思念成沙。